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月31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昨拢总是增加10例，其中有4例是本土病例，拢甲部立通风病院的后卫事件有牵连。这4例当中，有3例是甲863例着病护理师的亲人。一口罩7个人大做伙，前后后已经6个人确诊，是一桩家庭烧坏事件。而且不幸的是，其中一个80多岁女性个案，因为本身有慢性病，已经死亡啊。除了一口罩，另外一个本土病例是因为陪亲人去看医生的时阵，甲确诊个案有接触过，才会治病。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1例死亡病例，案例907是本国籍80多岁女性，本身有多产慢性病史，也是案例863为福部立通风病院为着病毒护理师的大家，伊1月18采检阴性了后，伫厝隔离10天了后，陆续出现发烧、嗽、喘气困难这症状，就医2摆采检了后才确诊，不过不幸在确诊迄天暗时来死亡。而这也是国内隔了8个多月以来，搁再增加死亡的病例，总计国内已经有8个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初步是判定他的死因是 COVID-19，当然他的背景的因素是因为他身体有多重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在。另外，国内也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除了包含1例死亡以外，其他确诊个案也案例863，为着病毒护理师带到店的查某囝案例909，也有大官案例910号。那加上进前确诊的先生甲查某囝，一家7个人，已经有6个人去围着。也有1个是案例863护理师的大娘姑，因为捌照顾案例907，即阵先安排病院隔离，而案例907的后事，受部立通风病院全力来协助。864的姐姐都照顾907案，那群聚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把那一位虽然没有检验没有这个阳性他是阴性那我们仍然把他先放到医院里面去就近的照顾。另外，案例908，因为陪老母到桃园地区某一间病院去看医生，在问诊候诊的时阵，接触对桃园病院出院的案例889，虽然2个人接触时间只有短20几分钟，扩大采检时却是阳性确诊，个案到即阵无症状，加做另外1个院内感染事件。908去领药的时候，那他陪他妈妈，他妈妈就在比较靠近原来的这个889那边的诊间不过他妈妈也检验是阴性那他就有得到根据指挥中心统计，部立通风病院互相烧的事件到即阵总计有4093人接受14天伫厝隔离，包含病院、社区甲会所。但是中强调，即阵定伫2月初4会发动清零计划，包含全院采检、环境消毒等。但这个病院提出计划了后，就搁请专家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昨增加迄4例本土病例当中，有1例是陪亲人去桃园看医生才话着，因为无明确公布是倒一间病院，真侪民众拢真惊吓。伫咧桃园平镇的联心国际病院，昨暝就发声明讲，因病院内底无医护人员确诊。声明当中表示，目前全台湾敢若部立桃园病院算是院内感染的事件。根据卫生局的检测，目前全桃园的病院拢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联心国际病院的门诊、急诊、甲大医、手术等等，全部拢是照时定来行。毋过有风声讲，联心国际病院有医护人员互隔离。院方表示，互隔离的人拢是甲部立桃园病院有接触过，甲一般的社区民众共款，并毋是特别针对因的病院。因为病院烧坏事件，有要挖5000人互隔离，目前已经针对1600个隔离所的人来采检。因为要伫咧关键期，桃园市长郑文灿就强调讲，要继续保持警戒，而且伊嘛去确诊者去过公有市场视察，佮宣布1、2月份公有市场的租金减一半，希望会当互一寡大头家好好过年。挺不逃，挺医护。各界信心继续送来到部立通风病院，用行动力支持医护人员。另外，各界也拢录制影片替通风部立病院来加油。昨天国家代表队田径国家代表队也录制了一段加油打气的话给我们。其实我们收到这些真的很感心。加油加油！哦，这次大家加油！来到南门市场，郑文灿视察防疫的做法，也替大头加油。当地里长讲，经由促销的活动，希望会使慢慢挽回人客。买1送1嘛。
或是那个摊位减半嘛，或是有的摊位都不用钱。人潮有没有回来了？今天有稍微回来。我们现在早上做生意，下午都配合消毒。由台南市政府资助的2台消毒车，伫南门市场甲周围进行消毒的作业。伫大南市场虽然有过去3-4成的人客，不过尾期也未转来。地本产业当场宣布，一日个公有零售市场大头的租金减一半，互大家好好做生意，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早暗会较凉冷，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是各地头天气拢真好，真舒适，适合出门行踏，温度会到26度左右。不过透早甲日头落山了后，温度会随降落去，亲像今早起，上低温是伫咧苗栗，简单8度尔尔，所以爱特别注意温度的起起落落。未来这几天，后日会有东北季风要来，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会略略下降，剩20度以下，而且会小可落雨。但是中南部的地区是未受到影响。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一直到拜5，天气拢会真稳定。年岁6个月以上的民众，即马拢会当去做公费流感的预防针，因为去年公费流感的疫苗拄开放，就去放自问了了。疾管署为着因应需求，赶紧加买疫苗，目前也有41万吨的量，对即马开始会一直开放到疫苗用完为止。9点到11点有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里长公布提醒民众到活动中心来注射公费流感的疫苗。顶回因为有民众无排着甲人注射，早起8点外就走来排队，希望做完了后提升身体保护力。上次没有打到，不是上次太多人了，都满这。想说对打了疫苗对那个个人身体有保护啊。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公费流感疫苗去年10月开始做了后，民众大家拢要做。疾管署又赶紧来加买这个疫苗，即阵要41万剂会用做，而且对30拜6开始开放年龄6个月以上民众注射，一直到疫苗做完为止。医师提醒，即阵依然是流感流行的大月，如果过年前后会达到高峰，做完流感疫苗了后，除了会使降低重症，也减少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的困难。在医师还有护理人员帮忙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也可以减少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嘛，因为我们至少就可以排除说，如果你打过这个流感疫苗的话，那得到流感的机会就会比较低。疾管署强调，这摆新采买的疫苗也包含美国专案进口的福禄布克4价流感疫苗，这是种非活性新的重组技术制造的流感疫苗，甲传统规两培养技术是无同款，副作用较少，因为也无18岁以下临床的试验，所以讲敢若限制18岁以上才有法度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虾米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澎哥日报》。高雄市议员黄这个罢免案，2月初6，也就是后礼拜6投票，将举办电视罢免说明会。黄这强调讲，这是一场因为要保护才发动的罢免。也若是带头罢免的刘新峰，虽然着监，但是也是出色。批评黄这伫咧议会要表决正罢整零检出自治条例时阵就落跑。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台电当年4月到10月会检讨电钱，但是自2018年4月起3拍了后，到单拢无搁去过。不过最近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回升，太阳光电收购增加，有估今年4月会起电钱。但是因为最近台票一直咧起，台电就认为讲，若台票继续起落去，进口石油等就会较俗，电钱就唔免去遐济。张政甲的本土个案有去过多位行踏，指挥中心正在调查。另外，控制疫情上界重要的预防针，传出世界各国拢已经在抢，亲像咱台湾已经订到1000万吨的英国阿斯特捷利康疫苗，风声讲互要求爱先互英国国来使用，加上后面可能会有疫苗出口量的限制，但市场表示，咱自问的疫苗到货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张大会议自内到外，每一个表格拢详细喷消毒剂。北部有传统市场进行大消毒，要确保防疫措施做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升悬，指挥中心公布新增4例本土确诊，对个案监视伫空窗时期有社区活动卡热，也要继续调查。那个足迹事实上对于社区的影响已经很低，那不是空窗期，说潜伏期了。
就还没有到它的传染期的时候，相关的足迹我们会具一点做了解。国内疫情发展未当疏忽，国际间是各面临疫苗采购之乱，其中指挥中心伫去年底洽谈的 AZ 疫苗传出会优先提供给英国。后面是讲要用疫苗出口管制，将拢可能影响未少国家的用会时停，但是中讲台湾确实也受到影响。本来有一批它要非常早送来的，那一批好像现在目前受到这个欧盟禁令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在极力在谈园艺在哪里生产，然后另外一个庄田在哪里。现在情况还有一点混乱，我们把它厘清一点，再跟他报告。国内外疫情严重，指挥中心特别提醒民众，若讲春节期间也咧自主健康管理，唔通参与大型自产自会，也会记哩做外出行程记录。有好满意。另外，报道中按的第一线医护奖励金有基层医护投诉只领到病友啊，指挥中心再次澄清。薪水都绝对不会少，那相关检疫相关的居家隔离的费用如果没有重复领取，那也会发给。这是纯粹跟医院的费用是完全无关，是由指挥中心这边这样的一个津贴里面直接去发。但是中也强调，津贴需要由部头做车拨款，中央也会予病院奖励金，其中六成会予抗疫相关人员。若讲协法无公平，会戒律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死亡人数222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台湾总是增加10个病例，目前是909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38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6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17万例。欧洲迄边，英国超过380万例，法国超过323万例。国际消息：美国疫情上界吃力的地区当中，纽约州传出死亡的人数可能比实际上报出来佫加真多。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派去中国调查疫情源头的专家小组，伫咧武汉受到真侪限制，所以 WHO 就认为讲，因摕到的资讯是真有限，若要找到病毒的源头，爱佫几落档。完成隔离措施的 WHO 专家小组成员坐专用车队到武汉市的金金大病院，伫官方严格控管。有媒体记者就算是远远徛伫墙围仔外翕相，也同款互安全人员赶走。根据专家小组的官员计划，因除了要求中国提出详细的疫情数据，也计划访谈上早加入影响疫情的人员，甲第一批接受治疗出院的患者，参照访互外界记者发源地的华南海产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敢会当入园也会看中国配合程度。They will only have contact with those individuals that are being organised as part of the test, so as part of the studies. 对此，世卫组织认为，伫信息有限的状况，要有充足证据确认新冠病毒的起源，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另外，全球官方公布病例数上济，美国疫情上严重地区之一的纽约州州长古默，去年规个疫情期间，被多数主流媒体大多恶落处理真好，甚至讲认伫民主党接班梯队中伫头前。也毋过，州监察长雷蒂西亚詹姆斯礼拜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州政府对死亡病例数字有错误现象，特别是关键的老人安养中心，州政府提出死伫新冠病毒感染的数字比实际少50%。对此，古默认为所有的批评自一开始就充满政治阴谋。A third of all deaths in this nation are from nursing homes. New York State, we're only about 28% only. But we're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number of deaths in nursing homes. But who cares? 33, 28 died in a hospital, died in a nursing home. They died. 事实上，就伫州监察长提出报告的几点钟，州政府随调整安养中心的死亡病例人数，自礼拜的8700多人变做29个12700多人。那主流媒体争议话，就议会也跨党派议员发起，要求对州政府的疫情处理进行司法调查。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原本要办2天的台南灯笼节，因为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还未收煞，敢若办昨1天尔，今仔日就宣布要停办。
台南市府表示，有派人去现场检查防疫措施，不过因为人实在伤过济啊，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空隙，所以决定要停办。台南市卫生局嘛表示，主办单位无做好管制，游客无法度保持距离，嘛有人无挂喙罨，目前会甲主办单位罚钱。除了为了防疫停办活动，桃园的长照中心嘛有防疫的新措施。因为长照中心大部分拢是住有慢性病的老大人，本身的抵抗力就较弱。为着要保护因，桃园市暂停家属甲访客去访视，一直到2月初9，全部嘛拢改做实施暂停户外的活动。坐轮椅个性开朗、79岁、有轻度失智症的贵阿伯，真介意参加卡拉 OK 甲电影欣赏等活动。查某囝原底定来探视，不过最近因为疫情关系，改用视讯关怀。通常是我打电话，他送东西来，通电话我们时常在通啊，不过我们都是用在，用在也很方便，可以视讯啊。保利桃园病院群聚感染威胁也伫咧，考虑长照中心住民，大多数拢是老大人，而且佫有慢性疾病，抵抗力较无。为了落实防疫，长期暂停家属甲访客，机构访视到2月初9，改由机构安排无共时段、无共楼层，家属是省时间。原本的常规活动也是全部暂停，那所以说我们都是一般采我们院内由我们社工师跟我们的照顾员在处理各项的日常活动。长照中心表示，也暂停住民户外活动，日常生活活动是保持一个超过以上大约1.5公尺的距离，降低感染的风险。另外，工作同仁除了工作的时阵挂喙罨、定洗手、逐工量体温，出现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停止上班随就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关西镇的关定古迹东安古桥的溪仔边，防乌白片10外栋的建筑废弃物。环保局查到讲，而这乌白顶本数的都是地主本人，按算要甲移送地检署。民众踮河边运动欣赏风景，按过对较远的所在看过去，空地顶悬去互人拼真侪建筑废弃物，算是拢总5大堆，估计有10外公吨。就是房屋修缮，你知道吗？这种建筑业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点这种东西啊。对啊，有时候工地有用到，它是再出去；工地没用到，就先暂时暂放了。环保局去到现场了解，初步虽然无发现有毒物质，不过因为地主并无清理需要废弃物的执照，所以当期伫咧现场囤大量的建筑废弃物，会交由警方进一步侦办。因为他这个行为基本上还是违反废清法的，初步认定是有违反行政刑法的规定。那派出所针对相关的部分去做侦查。那这个部分预计会侦查完毕之后，移送地检署，由地检署检察官去做一些相关的认定。牛栏河是关西镇真重要的河川，也是外地游客前来佚佗的所在。经过民众甲环保局考肯，地主表示愿意伫最近改善。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全球暖化造成北极的冰一直扬起，互环保团体甲海岛国家是真烦恼。不过，北极海周边的国家却已经开始咧动头壳啊！想看这寡冰扬起了后，这块海域会当安怎运用？亲像俄罗斯早在规划北极海的海运路线嘛增加军力，也佮有美国自去年6月开始由海军来管理海岸防卫队，万不伊爆发冲突的时阵，就会当有军力通好应用。这是2018年11月，以美国带头的北约组织在挪威外海进行海军的演习，也是美军正罕见在北极圈范围内的演训活动。因为美国领土上瓦近北极的阿拉斯加，地方连续几多年来极力要求联邦政府重视北极海域的海防。北极海域一直都唔是美国海岸防卫队活动的重点。这个一台堪用的破冰船，而且已经用超过40几吨。若是要修理一个制作工，从阿拉斯加驶到美国的西岸，所以未来的北极新战略重点之一，就是要伫咧阿拉斯加建立破冰船的港口甲维修基地，持续增强伫咧北极海域的活动能力。海岸防卫队普通时是国土安全部伫咧管，若是有发生战事，就由海军来管辖。新规划北极海破冰船满载排水量超过23000吨，是现有破冰船的2倍以上。船顶的作战系统也由海军的神盾作战系统改良，也就是讲，这款破冰船会当随时家己水面战斗。
另外，这个破冰船也佫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会让随时甲其他陆海空军单位、海华防卫队，也佫国家海洋接待器总署 （NOAA） 也佫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船联络，兼顾科学研究、海华防卫甲维护主权的任务需求。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温度会到26度左右。不过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入甲暝温度会差真济。这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1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13度到2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1度到22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